是苗栗公馆人嘛，可是因为小时候就是都在台北长大的，所以其实都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回来苗栗。每次回到苗栗啊，就是都是叔叔在招待，因为我叔叔很好客。今天嘅来宾就是因为天星广告当有名嘅钟轩怡，从今年10公年嘅佢，啲戲劇還有主持嘅都有以後嘅成績咯。不過主角讓韓忙出現啊，原來係去年做阿妹嘅佢，韓啲屋卡照顧歐亞嘅啦。佢先將阿嫂來推理，為大家服務。方圓這5000公尺，要不全部都相種的呀？总牧园底下的位吼一斗啦，这是算五股关嘛，五股休息站对面嘛哈，这边一个钟家，这边有隔壁邻居都是钟家，然后往下一点差不多1公里左右，哦，也是我们有钟家分布在那边。跟人家相种的呀吼，迄那边分出来，都台湾那边。哦，那条嘿哦，迄都通那条路木都通路诶。朝阳村南师叫很多南师，很多拱洲版。哇，饮川堂，那吃的话，你要注意要注咸啊吼，懂葱丝啊。你不要看懂多又是下一张字啊，跳到位啊，还跳到位。然后你还证明是用你看，用这个母奶做爽约呢，哎呀，永远在上面啊有吼，饮川堂。阿叔講對公館交流拖一下來，差唔多都係總部人咧。也見阿叔屋卡嘅飲川堂，用棍子還有黃味做對聯，也係認證棍子啲飲送出色，黃味啲老薑紅地度，食老飲川下熱濕度，故所家用中國有名嘅思想家還有文人，希望中國嘅子孫咪做得唱幾條腔樣按揭出。哎呦，客家講聲埋來咯，看到冇？哎，真的，你看中國聲你是那個身材還保持很好哎，勁不勁？你會保養？一口試試了，亮牙瘦的呀？对，阿寿。阿瘦，從小就很照顧我了啦。真的。很謝謝我叔叔，他幫助我們家蠻多的，就不管是金錢上啊，或者是支持，因為那時候我們家曾經有很窮的時候，就是可能窮到沒有錢可以照顧3餐啊。哇，我叔叔就他們自己種菜嘛，弄雞肉，他們就會自己來台北。那時候我在演藝圈還是很新的人，都幾乎沒什麼工作。我人生的鋼琴還是我叔叔，就是應該出蠻多錢的。但是我不知道，我長大才知道，就覺得說，叔叔其實是一個很熱心公益，還幫助人。所以我覺得客家人吧，很感恩。所以我對我叔叔的感恩，就是可能比我爸還大。我的客家話都是我叔叔以及我堂妹教我的。哦，全部唔教嘢啊？對。爺爺都教佢啦。爺全部教佢，佢冇學到動課就錯。咪唔啲嚟會唱高音啊？啊，唱高音，按音程哦。該你啲相中的迄嘛該堂號嘛，姓鐘的。我知道是飲川堂，但是所有的那些歷史啊、人文啊，其實都要靠着我叔叔。我今天也是要來上一課啦，去看我們的祖先啊，我們這樣一路的這樣傳承下來。根本人家注重，一定懂翻譯，成績這麼好，在演藝圈超猛。那今天來到苗栗公館，開始去追溯我的溝楚啊，然後也可以祭拜祖先啊，然後知道飲川堂啊，哇，我覺得我將來可以跟我的孩子說，以及我覺得讓客家人更知道我們的文化是這樣子發展的。鐘軒怡出世喺台北食法，要認證阿爸啲愛種做事，冇強下吃，故所對家族嘅歷史懂上手。大幫也拜協節目嘅機會，像鐘軒怡聽嘢阿爸嘅阿叔，就按算愛老記對中國嘅唔了解，一下補起來。哇，兩位真嘅很強哦，你看到冇？看下啲公館強，很強哦。啊，我講咧按布條吼，土啊5片油啊吼，落了要看夜景啊，我講最強誒。是嘿嘿。你看小中國搞矮哦，嘿，頭頭低。冇啦，做唔得啦，已結婚咧啦。兩位真嘅動講，你啊睇冇去哪位？兩位所以你哋會落寞錯冇？飲川堂。哇！我第一次來啦。即阿爸係馬上啲啊。
玉清宫的董事啊。哎呦，董事长你好，前董事。干爹你好，干爹你好。 87年，他做董事长，是董事长。是做8年8个月。玉清宫所有苗栗人没有人不知道。唱个歌歌啦，唱许巍老师啊，哦，4时也是拜玉清宫。对。古寿哎，太公。嗰個長城總共有來往嘅咩話？嘿200多嘅。哎呦，那泰国很香嘛，干？係香種，香种。哎。古寿的伊都，你了介紹下，對啊，銀川堂。你看銀川堂幾乎都是由右而左。哎，那銀川堂怎麼會由左而右？以前全部就係按你下。按你下勾去啦，哎，條拜時。他還有一些改過講，哦，我對左偏下都右偏。還有哪樣講啊？有的還會這樣。 對了，銀川堂在中間哦，这么特殊啊！你知道為什麼有的為什麼會寫在堂在中間嗎？因為他把這個祖宗看得很重要，堂就是正對他這個牌位。哦，了解。像中原嘅年頭，就係追溯到春秋時代，宋明治建立宋國，係宋唐嘅後代。銀川就變做像中原嘅權謀，係對漢朝起事嘅。對漢朝過後嘅幾下百年間，銀川一直係向中原發展傳統嘅重視，故所向中原就用銀川來做同號。係因為看到有落落洞特別嘅地方，隔壁其實係加錯，14家族，14世銀川祖源，上面有個姓周，這算是龍秀昆豆亮，陰陽在穹隆，對，這個大地方。這裡是活人住的，這裡是祖宗住的，對，什麼？地靈人傑啊，很難看到說前面某東西阻隔，你知道？對，一望無際哦，還要哎，大陸廖威省親之後，省親後周思齊是周位後，對，古時候廖威出現然後就全部都懂腔，就敲你案了。進演藝圈那時候只是很單純覺得，哎，應該可以幫家裡吧，應該可以賺很多錢吧，就是很單純的這樣想。後來發現，哎，不是哎，其實你要付出的，你要努力的，你要充實的，比你想象中的多更多。可是也因為這些，可能有一些崎嶇的路，讓你那個客家人的韌性被發揮出來了，這樣子。那我覺得我現在很好，很知足，都是你回頭再看你過去那10年打拼的日子，我覺得啊。我沒有白走這一招，鍾軒怡一下有暗號嘅成績，除嚟講自家懂打兵以外，阿叔講啊，羅木嘅體力先都好，咪係太原人咯。羅木嘅木匠喺銅鑼朝陽村工黨，佢那個係3連3，體力黨講係馬鞍，公幹平陽黨又有後梁海傳過，前有鞍後有靠，係親好嘅體力補貼。故所老祖公咪強下喺啲嘢咯。呀嘅地方啊，吼，喺當車位所在啦，唔係鬧嘢所在。所以當時站到一搭嘅去啊，祖公就想講，哦，除咗到西呀嘅祖國，還有一個國師祖嘅就是向外發展，哦，台北嘅台北啦，哦，南部嘉義啊條啦，嗬。所以大家都各處發展啊，我就去台北啦。你去台北？哎呀，我爸去台北啦。都也還已經到23師祖差唔多。咁你喺第幾師咧？我78師。78師，哦，總嘛該？總縣市比嘅總局縣。哦，該阿叔啊。是我們18師，馬18師，穹隆。對，也是19師的啦。19師的哦，乃是主師的。沒有，還有20師的。我不要講出來。我係19師的。You have 19師。你幹嘛欺負我咧？呀，小總啊，啥到機會就想去咩生意？人犬兒閒係躺嘅食客飯呢，真唔會本人撈到啦。見比犬兒天一擺轉路喎。大家都熱情來分享，台北妹還提示準備嘅又餅又甜嘅米糍饃，講係台北東南食到啦，愛選宜加食幾碗，天時都好暗熱，大家就見識見大嘴鼓咯。這個啦，這個是我阿爸大伯。哦，對，他是阿棒妹。阿棒妹，娘紅豆嘛吧？總得縣。鍾德賢，鍾德賢，對。然後這位呢？這位是阿棒梅。阿棒梅基本上，你看他注量密集，不安醫生。對呀。給他賢妻良母，怎麼說你知道嗎？這個是賢。對，因為我爸爸那個賢妻，他的老婆嘛，賢妻。該你要拉是良字輩的，對。所以他是賢妻良母。
这么是按钮哦，贤妻良母。还有我的堂妹啦，钟明山。哎呦，莫会按奖哦。长头不然有秋喇叭，没秋喇是不是秋喇叭嘛？秋有秋喇叭。妈妈已经懂奖。小钟哥，那个爸爸在这边呢。这个会不会太久？没，金龙给他拿紧。几个月呢？没几个月。有男朋友无？目前俺都低。冇哦，有男朋友冇咧哈？以下第二都是冇啦。你还听偏言呢？小钟哥，客家細妹做唔得偏言哦。冇，真没有。对，有其他族了没听过。小钟哥，我的客家话哈都是堂妹教的。全部了解好嘅哦。对啊，他真的很能干啊！你要把他，你要喜欢他，是不是？冇哎我们客家也冇按直接的，嘿，没有那么直接的。哦，你都这样啊？我爱你。出道大概第4、5年的时候，接触到我第一部客家戏剧《鲁冰花》，哇哦，全程讲客家话，然后全程都是我堂妹教我的。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拍《鲁冰花》，因为压力很大，然后就暴瘦，马上找我堂妹，然后我有一本客家笔记本，上面全部都是满满的客家话。认真做客家戏，主持客家法通，本选义有机会留唔熟络嘅客话，天天嚟潛進來。佢小定講，也係錄演以前另外一種學到嘅東西。大幫也擺翕節目，除咗講認識家族嘅歷史，仲選義千歡喜嘅，係做地老爺做前記錄下來做經驗，天天嚟分享。生意師做好，先做個多人家同就辦一做。大地方，嘿，嗰個下有嘢嘅，都13師祖，就做下後班，風水做下後班，加幾種事業性嘅，嗰其他按部師祖啊，但是就唔係可能就上班，做條路嘅，所以都一行。我有18師，18師，對，現在18師，18師響。係啦。誒，還有嗰個那東西邊咧有縫色嘅咧字咧，也就因為佢不敢摸，擺我分出去，佢就拿到一袋夾貨。誒，C 模一般不會在牌位上誒，你底下講，你按貼嘅。如果也係冇希望我真正係啦。普通唔按種樣嚟個嗬，見到寫嚟咪下個就買個4年嘅，想買個。誒，你唔會留名都寫好了。較少啊。你發現按貼嘅。因為也嘅冇得到也就會按你了解，你就隨便就點落去啦。鐘選義啲順頭點點嘅同阿爸講中國嘅歷史，原來有按到嘅故啊！頭擺公園進來。鐘選義都是係老親戚朋友食飯打嘴鼓，竟比說係學到當到呢。哇，阿爸，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中戲大宗譜哎。還有這個最早的這個架。哦，這最早一開始的。對，這本回去把它這個備好。好備好。我覺得第一次看到還蠻難得的。阿爸，這裡面會有我嗎？我都不知道呢。410樣嘢。有嗎？有我哎。今天約了一個邱先生，邱先生，嘿，他來跟我們講那個十圍牆。哦，十圍牆，10圍牆。最流行什麼？壁咚，壁咚，壁咚，哎呦，不要！你為什麼要壁咚我今天的邱老師？喊太殺鼓哦，你按太殺鼓，你用把人勾落去吼。香港也做差唔多將近200年，吳林峰先生呢，很多嘅下集設備嘅裝訂啊，來開發也是個10圍牆。410樣嘢。有嗎？有我哎！哦，看一下。我在這裡。中心一對啊。在這裡也在我媽我爸。啊，真的哦。哎呀，我媽我爸啊，這是我哥哥。鍾永賢呀爸爸。洪秀鳳呀媽媽。鍾清祥。鍾清祥呀哥哥。鍾協良我弟弟。露台。這是我哎，我有哎。兩體耶。中心以後啊，恭喜你！恭喜我！你40也是空口懂等一下。哎呀，也很清秀的小女生。真的，你看你一家人都在這個地方哎。相總嘅全部有係啊？全部一個全台嘅。係全台。對對。那個就411年可能佢就。有年冇？就一送下咁就有。你會有年相片冇？有。
翻过来看，哎呦，有了，哎呦，中菊咸，对，哦，heel长嘞，某麻边嘞，没有做两个60年前的哈。哎呦，不是很宽，你这个族谱做的真的很好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，感觉好不一样，很棒。不单这样是 C 来听，因为客家人头发，他从是 C 来，比较重男轻女。你看看这族谱中港人哦，全部有，对，女生都在里面，连醒球都有啊。对哦，连不错，你要不然要好好保存哦，要不然就带转移。哦，要回去背起来，背起来，要背起来哦，互背一下，让你老公看一下哈。好。其实我懂永兴啊，可以来客家人有名堂。因为这个节目啊，让我更知道我们的钟家的人文啊、历史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每一年过年才回来，那其实有些东西都不大知道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族谱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很不一样，就是我觉得有一种。我们后来做子孙的，你去看到以前的祖先啊，怎么开垦这个土地，然后我们现在客家人去发扬光大我们自己的文化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我姓钟很骄傲。今天小钟哥很谢谢你啊，来介绍我们钟家，我们的钟家这个整个的历史啦，整个我们的朋友都在公馆啊、铜锣啊，所以我一定呢跟我叔叔啊，一定要带你去吃整个好吃的，带一些伴手礼回家。阿公，是啊吼。最中意你是俩点，还是懂好生，好生有东西又做得拿转去哦，是最欢喜的。对，好客，带你去吃。因为公公了地方懂得好生的好高的地方，突然用。好。看到头前发芽芽的公馆平阳，我对哪高兴呢？总选义讲公馆的特色出产当丰富，尤其是公馆三宝，汉卡是全台湾有名的。也拜寄出来做一类地当嘅乡土，保证本小众搞公演。你看出来了，你要剔红啊，会做乜嘅？我今天带来到厨房啊，是因为你也知道啊，公馆最有名的是3个东西：蚕丝、红枣跟芋头。菇味。我今天来这边啊，就是要亲自煎那个芋头糕，也就是菇饭呐。菇饭。我要煎给你吃。大家都对甲咸嘅五味当有名。其实公馆五味嘅品质，唔会书本甲咸咯。五味料理当然，客家人亲接嘅食法就是做五板，系钟选义特别做来天出爱食嘅美食。兼比佢唔单抢爱食公宴，还靠爱拿好食嘅嘢合起来。大概是这样的。不错哦。你看，不错吧？好不用诶哈。你要做的厚实对吧？会做出门啊吼，你算老公的这个妈妈来吃最重要诶。对，刚刚好。要做出去你看，刚刚好哎。杀好了，洗太口，用把它煎。好。煎五板看起来是当简单，不过会煎到擦擦，地度有 Q， 还是要有功夫的哦。有冰萝卜。先用手吃一下温度，等油熟，个老五板一袋一袋铺好，切对做唔得青菜边面哦。用温温嘅火煎2分钟，等到皮煎到擦擦长边面，稍等2分钟就好食嘞。哇，一五板嘅香味紧来紧了，2-3人等唔切，谁爱去吃食嘞？夹起来就知道它是脆脆的。很咸它煎的有点类似已经快到锅巴的感觉，因为它很有那个底的那个嚼劲。最主要是中间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吃得到那个松软的感觉，还可以吃得到有点一小颗的那个菇味，那绵密的感觉，那个绵密那个菇味的香气，可以沙沙的感觉，太舒服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好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厚生，整个菇饭呢就是2种口感，所以我们的客家菇饭啊，好吃了。菇饭嘅好味是本俩2-3人更成熟。接下来，其他个还会点出公馆嘅另外一步凤爪，用凤爪做创意料理嘅凤爪炒饭，火辣辣，先捞凤爪嘅香味逼出来，稍等冰热饭向下炒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不过是系点多人听出会点嘅料理，差唔多系特做一盘啊。一个厨师的这个厨艺厚不厚啊？是给他炒饭是对，是看看，哎呦，很创意料理耶。你来，
很香啊。凤做的个香味是出来嘞，吼。我来吃一下。小康康。啊，哦，好吃。哇，甜米饭。多了一份甜味耶。哦，多了一份甜味。追踪那凤做给吃的那果香味道入到那个饭里面去。对，嗰日專門用太火，因為鳳做一炸嘅磨水分，哦，唔睇睇太火會出火來。还好吃。而且我没有想到红枣炒饭是吃起来很香甜的，对然后你吃进去啊，你不会觉得说那个红枣肉突然觉得是是红枣，不会，不会它完全恰如其分的在这个炒饭里面。高了。红枣香肠，但是我很好奇哦，老板，这个香肠我看不到红枣哎。我這香腸是用紅棗泡的酒，哦，浸咩1年人誒，嗰當去蒸餾出來的酒，當去做鹽炒，酸甜不辣咯。甜米饭。好吃。好好吃哦！这个香肠也是多出了那个红枣的甜味，怎么会？而且好香哦，泡了那个红枣酒，對，酒的那種味道，香氣，還有酒的加氣味。加酒的味都懂冲，有加酒的香味，还有盐葱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有点重。哦，这太厉害了啦！红枣香肠，好吃好吃。鳳做健康來了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甜米饭。它有淡淡的酒香味，有加了一点那种米酒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最主要是红枣的味道，淡淡的，它整个都进到那个桶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个鸡肉那个一点那个肥油，那油进到那个汤里面，懂点红枣出来，还有加枸杞，對，那枸杞会增加这里的甜味。哦，那桶真以后。鳳做雞湯唔但請好食，可以係直接食呀雞湯嘅蘇白糯米草地，หั่做得永遠美容，變到風羅花腸呢。讓我也出烏嘅排骨湯咩凍汁，溫2點鐘老烏嘅溫到又落又 Q， 落在手面，真件係好食到食嘛就會吞落去了。食係咁豐富嘅特色料理，接下來仲願意為老大家上歷史課了。有没有看到啊，小钟哥？哦，那地方很强哦，一片绿油油。真的，这一片绿油油啊，就是你看前面那边就是芋头田。哦，它是乌味田的呀。嘿，然后旁边那边呢都是枣树，全部就是种红枣的地方。还有很厉害哦，来，你来看这里。你看这边哦，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沟哦。你还做嘛晒伞敷的地方啊？也是可以洗衣服。还有啊，因为大家都栽种的这个红枣啊、芋头，一摘完就来这边清洗。哦，从墙里做的晒伞敷嘛，刚才全部做的。你都看得到那个小石头啊，其实算是很清澈的水。而且你看到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石头，因为我今天约了一个邱先生。邱先生。嘿，他来跟我们讲那个石围墙。哦，石围墙，石围墙。萬乃就看得到石頭做嘅石圍牆，上來也後背空嘅麥秸鼓呢。看到石圍牆，小眾遠唔係要數錢呢。最流行什麼？壁咚。哎呦，不要！你为什么要壁咚我今天的邱老師？邱先生，看到我俩石牆遺址。做嘛有到石圍牆，而家係帶你看一下石圍牆喺啲嘅遺址嗬。哦。係都會特別啊。俺睇到猶太國行業總督，當陣看到一代一代嘅大石鼓，佢講愛啲石圍牆嘅歷史老典故，就會對亞位開始講。很大石鼓哦，你看大石鼓用板過來的吼。人講亞洲咧，差唔多將近200年，差唔多會200年。林鳳先生咧，就使很多幾下雜設備嘅裝訂啊，來開發也是個石圍牆。因為石圍牆以前咧河壩梯啊，就幾多愛嚟啊就。佢一隻村莊咧，就從個石鼓啊，後邊當到石頭咩，喺石嘅結頂上，全部用手工嘅方式。嘅一隻石圍牆一隻規裝啊，差唔多2公里左右嘅。當時有40戶嘅人都人家特別石圍牆。因為佢唔敢去攞杯喝，因為佢哋會有當到原住民啲特別富權嘅，像驚怕佢喺度搶東西啦、撞人啦喺度，咁所以嘅石頭咧用6尺或7尺高，係高嗬。亦記啊，特個規則嘅裝頭，哦，喺隻裝頭差唔多2公里樣啊，哦，咁下佢做係咁隻裝頂，28副裝頂嘅，來做一隻愛掉下愛啊，一個愛在一個據點，就怕那個原住民會來這邊咧，他就輪流在那個地方巡守。現正大地圖老時代嘅變化，黃青青嘅石牆，原來啲200年以前，也就像係上堡樣嘅保護等村民。
也下促进融合，也由太石鼓变做古董，见证了老祖公开山打拿嘅历史。汉家将是太石鼓本人热起来结组上，整体高效嘅沙石体排水性当好。嘉庆年间，村民陈福南就用对广东沿乡带转来嘅凤爪羊来种，哇，也就本人想唔到诶，上尾上就变做全台湾有名嘅凤爪村。哎，邱先生，你会真嘅啊凤爪树动到诶吼，嘿。我凤爪树吼，8公年前就有诶。以前吼，当过规创过诶吼，也我就农委会啊，就个农会呢成立爱花变分期吼，一方面天好窄，天一点树日光啦、露水啊吼，较好走沙。因为以前吼规创过诶，甚至老人家是拿台去摘，会跌倒。也叫做爱花，因为当到耐的，也我就一刀从今那来剪它。对，到采收的时候，古送你拿给剪它，它好摘。生意要手，不要知道。这样，很多嘛个，叫做沙爱，爱黑嘛个就是爱黑阿梅意思，西话啊，讲得出来咩？伊要磨发它啦，古个吼当磨带啊，就摆起做阿梅。红枣的双麒麟没试过，没吃过，你也没吃过吧？没试过。冬天边我们来换一下。全台湾就滚冠军就沙尾桥，有凤爪的米汤嘛？就是红枣味。耐的，然后也我就一刀从今那来剪它。对，到采收的时候，古送你拿给剪它，它好摘。生意要手，不要知道，我刚懂剪呢。对，以前的人在采收的时候哦，很辛苦啊。他要所以古兽也要采收之前，他先把这个先剪掉，对，还要多一个这个功课。古兽小朋友了都要摘掉，生意哦。泰哥。你想修它嘛？修的嘛个糖，河南糖，河南糖以外还有一个种石梯。哦，还有一个分支的一样了，种石梯也是一样，共荣相修。哎，刚刚有看到一张南洋糖会香嘛个？像摊呢，邓啊，姓邓哦，东小肚都姓邓。像扯那种银川糖，哎，像种的嘛银川糖。邱太哥讲啊，迄种头蛤蟆係為到愛以方言來詮釋，唔敢係啲大家言物，就啲石上種條戲物，橫行直行各3條，橫加7加，就算人打入來，咪做得抗命。哦，哎，你要擺乜嘢嚟看一下？聖帝廟，關聖帝君。哎，以前吼開發家吳林峰先生呢。開發其實帶一個假神來對一條會拜，因為做嘛愛服侍官爺呢，開發我哋實際上噶嚇，他都動亂嘅，因為都愛鎮壓一個總統，主要係帶一個官爺，講家北參門就到以下排流佢哋就北參門，南參門就第二邊。佢一流會嘛個意思？佢一流呢，以前其實我哋慶祝去供奉嗰種講。原主公啊，到187年呢，在供奉一個孔子，叫伊咧孔子迄個文呢，關帝生叫迄武嘅，文武兩聖的廟，都開一樓吼，開一樓呢，伊迄啟智李羅篇啊，一千秋再千秋吼，就他這個兩句的對語哈，就是啟智孔子李羅篇的對語。我喺地位一度去上京府考嘅地位考試嘅吼，全部嚟啊拜，學生嘅就會嚟啊拜。哦，當時我喺地位要出國當道安尼，日本嘅外交官啦，吼，對啊地位我實際上出戲嘅吼，外交官、律師啦，個法院嘅法官嘅都當道都嚟啊。唔看解都牙編排，啲文化態度，啊，就是我喺地位對文武吼。東鐵邊咧，文武雙全的方，這裡就可以嘞，可以有，全部包括嘞，不用跑2邊，哎，方便，方便，2合1啊，都有，夾嚟拜下哈。原來社會上嘅信仰中心開業了，做啲開墾嘅時節，就要按聽開墾嘅人寄到嘅心，按重要嘅任務。難得來到拜文武神嘅廟，200人虔誠嘅參拜，希望過後文武兼全。演藝之路做得行較快，行較順遂。就啲開業了嘅後輩，小組發現了一個當鐵片嘅寺廟喎。那神明當鐵片嘅，
你啊，温度嘛该？要都杀爱，杀爱，爱迄嘛该就是爱迄阿梅意思，阿梅就是母亲的意思，母亲的意思。哦，那个亚爱咩？亚爱都阿梅。父母嘛，亚爱，该杀爱，你摆嘛该神。哎呀，对吼，西药话啊吼，讲咗出来咩？医药无法他啦，哦，嗰个吼当无带啊，哦，就摆起做阿梅，命硬咩吼。真见下，中年阿妹嘅选意，咪会关入来摆一下，求杀爱本也乌鸦嘅，上到头脑好，平安状态。后太哥提醒选意，生年满18岁嘅时节，我记得准来搭车杀爱嘅保佑哦。哇！感觉都可以得到平平安安的哎，但在这边呢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学到了父母，亚爱，母亲嘛，亚爱，对，亚是爸爸的意思，爱是妈妈的意思，父母是亚爱。还有两位讲一下，天公生细散的天公呀，对吧？所以它含有唔只细散，细细通通细散。哎，条双白猪看到一条加无10万的啦，吼。哎，后摆多份减肥又顺畅，就做凉皮，一条细散。落雨的时阵嘛，唔惊嘛做个姜拢细散。好个吼，一条吼，一条咸料，家常咸料。对啊，隔壁张太太又生了小孩啦，大家妇女们最爱了。按定印下要温馨嘅洗衫天，真见当有锣鼓一样。愿意讲，就伫稍微上嘅附近呢，由于咧讲系公干福利社嘅条件，愛搶大家哦，愛搶大家是撇為食唔到嘅清涼好美食。哎呦，哇，你買東西啊？小周啊，心怡，以後，像這也非常好食嘅雙麒麟，錯。然後夜生吼，嘿，你還桑葚咧，桑葚，鳳爪誒。哦。紅棗的，紅棗的雙麒麟冇食過，沒吃過，你也沒吃過吧？冇食過。冬天邊，我們來換一下。因為啊，我們家出國啊，譬如講喺日本啊、日本啊，哈，我吃過很特別的，吃過個烏龍麵雙麒麟，哦，還有黃金雙麒麟，它會用當地的這個特產的東西做成雙麒麟。他們很喜歡這樣子做那個周邊的。哎，一深坑嘛，吃過個深坑雙麒麟。貼邊哦，還有吃過醬油雙麒麟，跟你阿媽貼邊，亞威公館最有名的鳳爪，你媽做成雙麒麟。全台灣就公館就稍微強，鳳爪有鳳爪的米湯嗎？就是紅棗味哦，哇！一吃進去就是我們平常在吃那個紅棗的時候，它把它做成冰淇淋，很實在的紅棗味，沒有任何的那種人工香料哎，全部係私人的，私人的東西。鳳爪啊，全台灣就公館醬油，加油，非常非常好食，非常非常安全。因為它全部啊100%冇農藥的，全部有機。至於蔥油你看到鳳爪，你看紅棗皮都還在上面，看到沒有？清清楚楚，它這是貨真價實用紅棗打成的，真的很紅棗。我的紅棗雙麒麟初體驗，好食。總歸是掛保證，有機無土嘅鳳爪原餅。唔但請食到歡喜又安心，看一下選意食到幾種樣誒，唔敢係咪當上腳到公館來食以後呢？另外一片還有松葉子原餅，松葉子咪係公館嘅另外一種特產，用松葉子水做嘅原餅，酸酸甜甜，咪當數人歡迎哦。家下猶太國有講到，稍微上嘅開裝工程相誤。當然，相5年嘅同學沒有來了解一下，韓國也見5部火鳳肚，還有一項當出的手機嘅老鼠耳。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你看到冇？那你周圍東西呢？你看，他做這個藤椅耶，它肉條吧，用啊，這個冬暖夏涼，你天天時間抽兩蚊嘢，哎呀，東西有看到倆東西哎，這個就是條拜啊，先生啊，大 N 嘅藤條。啊，对，竹筍炒肉絲料，嘿，它用藤條的皮，對，然後泡過水，再來做呢東西，那全部係人家作品係啊，係人家作品啊，哦，哎，厲害呢，實實在在呢，哎，人家做了一隻燈呢，多久啊？一個月時間，現在差不多要4天了，以前是可以2天可以做一次，2天可以做一個，哎，我要炒光光，可以，哎，做一下。
这个就让我想到啊，我那时候阿公的时候，小时候啊，回家过年啊，有没有？长辈啊都会坐在这个藤椅上面，然后就嘟咕睡着。哦，真的，爱婆嘛凶咯，爱公嘛凶嘿。尤其是在这个后棚家前面呐，吼纳凉，我现在都觉得我在纳凉了。真的很舒服啊，从来哦，风吹过了。小钟老轩儿坐啲藤椅搭，細世界嘅溫馨回憶隨個想起來嘅。天然通風嘅藤椅係路邊人親口坐嘅。有兩人一種藤椅坐咗2-3年，坐法嘅吳師傅還提供術後服務，名讚哦。客家人啲好食東西，真嘅唔係再講聽聽。有高雅赖鸟笋的，那笋的也不全部啊，全部有教。哎，你是超的，有传承。对，一定要是传承。哎，你来欣赏他伢了落后。哎，东江你看，看到伢屋顶那东江个日式的建筑，洋啊哎，东江哎，嘿，你我那日本啊，日本啊，他是家做还精密啊，嘿，过还有看那排水比较好。哦，为了排水的，要排水。嘿，你看到你还会是有干渤海棠，古时候根本福到东多吼，渤海棠是像姓吴的，哦，你要福正营有贴身。才是达人。哎呦，你不是在颍川堂怎么又跑来了？它有蚕宝宝的特性。为什么嘞？因为它很节俭。你手松了。我坐上去。你坐上来。我不敢啊。哦，看到了。来，嘿吼，嘿咻，嘿咻。哦，你看董堂很强哦。看这里还有一个队员，看博祖宗真传一派，克勤克俭。孩子孙正路2条，唯独为根。哇，你看渤海棠哦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还有看到拱堂讲的地方都那边呀，我看一下。当年老公堂啲經過太體通過後，還係起到等等，用細色嘅來起嘅，古樸嘅風格就代表為嗰種時嘅藝術，淳樸嘅五步就像吳師傅一甲子嘅藤椅藝術。單純要保持嘅價值，離開吳師傅，接下來我去尋公館嘅第3步，也不必要120年研究嘅歷史咯。你唔知咧嗬？心怡，你的公館有3步，係哪3步？红枣嘛，我們也吃了紅棗雞呀、紅棗冰淇淋啊，而且還去看了紅棗樹是什麼樣子。對，還採了紅棗。我們的芋頭。芋哎，吃了我們的那個烏飯了。接下來蠶絲哦，蠶絲，唐人講吼，你會蠶絲東有名，根本有搶到一隻達人。是的，這個蠶絲達人呢，就是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黑瑪莎，哦，哎呦，蠶絲達人，哎呦，阿壽啊，他是我叔叔啊，你不是在颍川堂怎麼又跑來了？我在後面跟班的。哦，跟班的。對啦。哇。鐘哥。嘿啦，說真的啦，蠶絲達人就是我叔叔啦。聽說他這個之前呢，在這個蠶絲的這個工廠也上班了20-30年了。對哦。古時候一對啊蠶絲啊，了若指掌。對對對。而且它有蠶寶寶的特性。為什麼嘞？因為它很節儉。還是很黏着你。謝。跟蠶寶寶一樣喜歡節儉的。跟蠶寶寶一樣就作繭致富，空電流，空氣都流。不過真嘅，要做我們的龍宮誒，以真嘅收咧達人。是哦。搞觀眾朋友，你用把來看呀，蠶絲背後蠶絲的這周圍的散夫啊，厚唔厚？絲絲有2種，我現在先讓你感覺一下蠶絲那個舒適度，要很舒適啊。好來吃看啦。是非常的輕。阿公，來吃到它懂流。還有很像是我這個皮膚的另外一層皮膚，對，就是直接粘在我的皮膚上的感覺，對，很舒爽。因為啊，我叔叔啊是蠶絲達人，所以從小啊，我們穿的內褲啊、棉被啊，全部都蠶絲的。真您懂了沒？蠶絲哦，它有分雙種哈繭，那上繭煮了以後抽絲剝繭，好的蠶繭，蠶絲的。明白，它的絲長有1600公尺到3000公尺，暗重哦。對，好，呀，都拿來做馬了，做馬來，就拿來做
抽成丝，织成布，做成内衣裤啊。哎，还有一个啦，我要讲，就是从小我叔叔就会拿来给我们穿的。哦。而且我要带几件回去孝顺我的婆婆啊。这个穿的时候非常轻哎，这个啊，你摸摸看，这个真的真的。男生穿了都觉得说啊，我有穿内裤吗？哇，非常轻，这是蚕丝的特性。哦，亮啊！这你的？这个打麻将嘛，该好。对啊，走红毯的时候啊。哦，一定会亮。上字母龟。头摆公馆是全台湾血产嘅体证，历史做得追溯到清朝头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嘅年代。1973年，政府普陀大量生产。蚕丝、蚕緞、台下外销日本，係公館血產業講緊當好嘅時節。1991年過後，日本改撈中國買，外銷速度限制，也下單槍傳到幾間啲嘅經營咧。看到亮，哇，亮摸的啊！没有蚕丝棉哦，蚕丝棉没有，用铜工件做出来，两条蚕的图种啊。做出来的，要做一床棉被，看工件加多少的。不过要可以了，要会不会拉一下就团团？我就要实验一下吧。哎呀，那不会嘛？会拉一下就断。唔会啦，吃看啦，不吃啊，你好不？我看人来开冇啦，来。哦，哎，我真的拉哎，会小心，真的拉哎。你真的用生命在拉。好了，你超双了，关关，你超双了。我坐上去。你坐上啊。我不敢啊。你超双了，你们坐着不要相信你要瘦了。啊！我坐上去了。不会，我来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来，嘿好，嘿咻，嘿咻，漏该修，漏该修，你要听到没有？有看到冇？蚕丝真件係動員呢。阿叔講做蚕絲皮要經過當道嘅種業，其中來時做皮真辛苦，聽說要3年向下來開蚕絲廠，要動有技巧嘅，本蚕絲對盤盤變做撲沙用嘅。啊，韧性真的懂穷哈，就像一层一层的给它拉。是的，我巴上哦，做差不多2两皮过点点啦。真甜哦，它厚度越来越有，越来越有。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哦，也是辛苦哦，哈，辛苦哦。3公斤的皮过来哈，差不多18000人就做啦。哦，有人讲辛苦哦。啊，一粒一粒，全部都要手工做落去啦。哎，哦，一只蚕丝被做的用几久？差不多2-3年的寿命。做的用到2-3年。值得啊，算起来1年也冇会多讲的啦。是的啦，对不？懂辛苦啊，做料棉被啊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嘿，你看到吗？哦，看，哇，多轻柔啊，你看到吗？哦，很强哦，哎，你感受一下，你看。哇，哇，触感好好哎。真紧厚，哇，很期待它的成品哦。对啊，好舒服。这个我们只是做给大家看一下，杀了下一个步骤，来，哎。阿叔講，殺下來再個撈加下來好嘅蠶絲，用這個黃嘅烤做醬絲用，再個鋪上幾下層，前面一落皮，將做嚟變做一條又強又保暖嘅蠶絲皮。看，哎，你哦買蠶絲棉，用蠻底料，還底部都會真的蠶絲哎。怎麼分辨？怎麼分辨？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火燒。鐵的蠶絲它沒有燃燒性，唔會燒起落去啊。不過講做蠶絲輕安全主要哦，火點到奶，燒到奶哈。一般不是蠶絲或者純蠶絲，它一點就整個燒起來。燒起來。第二個。加個米頭燒出來，米頭像頭拿膜啦，你就像我們的頭拿膜，頭拿膜的米頭，跟米頭，一般不是的話，米頭會怎麼辦？跟米頭哦就粗粗的，較粗啦，塑膠，塑膠米頭，跟化纖也得都唔一樣啦哈。第三，用舒緩的煙挪啊去啊，化成粉狀。原來蠶絲愛搬出真假，很簡單呐。真蠶絲皮雖然冇便宜，不過品質好又當耐用。下禮拜大家愛買蠶絲皮嘅時節，就地愛用嚟套咯，唔會本年成功嘅咧。哦，節目嚟到呢天鳳啊，滿載而歸啊！伴手禮很多哈。多，你看到俺老俺媽媽準備的呀。哦，好孝順哦，這2個顏色媽媽都會喜歡。你甜的時節啦吼，或者有時候在冷氣房啊，就照一個這個。
很方便哦。那是松风啊，这，而且很贵气哦。哦，都拿得很小哎。你看我。哇。是棉被的啊。给我婆婆啊，因为盖得很轻嘛，我来打开来。哦，你看。哇。很轻盈啦，这么大，带回台北去。有面子。哎呀，有面子，又大。而且你婆婆一定说你会后喜 Q， 真甜，对，会想到她，真的会，完全都没为自己挑东西，真甜。先帮家人挑啦，对啊，你有帮自己挑吗？带2条一定要带出去。对，这是帮自己挑。你穿什么红内裤啊？我跟你讲，红色的内裤啊，带来喜气。哦，今天晚上要大牌。然后参观这个入围金钟奖总量一定会得奖哦，你那个走红毯一定要穿哦，对，又轻又会得奖。其实只要我有任何相关的，不管是铜锣客家园区啦，来玉清宫露营啊什么的，只要跟客家人有关的，我叔叔一定会找那些亲朋好友来给你支持，或者是拿那些伴手礼来送给大家。其实客家人真的很好客，就哎呦。你都来了，带点东西回去吧，哈，这样子。只要来露营哦，我们手上都满满的，好，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阿寿啊，你不要再送了啦，这东西都吃不完了什么的。所以每次来到苗栗，觉得哇，我好燥哦。今比提等总选义来到公馆，选送多位都市都难得看到嘅种下美景，未看到位打出名声嘅公馆散步、风作、舞味，还有禅师。未意外发现嘅公馆西镇总条地图按神奇嘅故，啲節目就會結束嘅時節，阿叔還特別安排嘅當澎湃嘅熱場愛搶大家。可以啊，客家人有名堂啊，今位最这个隆重、最盛大了。我懂永兴啊，我没有想到我在苗栗公馆的名声整个打爆我们的客家一个小镇子啦。你真的可以来这里啊，选立委啊。真的可以耶！我讲这5桌啊、5桌啊，全部人亲戚朋友嘿啊，全部都是我的亲朋好友。哎呦，真的哦，神龙太高，神龙太高。好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开心呢，因为我也是身为苗栗公馆的一个苗民，对，然后大家也是就是很感觉很举国欢腾啊。还有啊，懂多啦，亲戚朋友啊，东久没看到，来我看一下。瘦大阿公，哎，你好，哇，今位哦，按什么吼？来了去上班吼，对，什么牛按这些哦，好亮，阿寿，阿寿，阿爸，这是什么？阿爸梅，最什么？哎，刚刚什么贤妻良母？这个版本哇，第10种，哇，外公，外公，外公好。我二伯啦，二伯，可以有东福兄哎，哦，然后阿爸梅，有夫妻脸哦。哎，老妹，他们都很喜欢你哦。不要把我拉过去。你是中信一的谁？亲戚哦，你是来这里搭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，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晚饭，不是亲戚朋友也跑来吃，对不对？是我堂哥，堂哥，家人，堂哥一个人家庭啊，堂哥你我的妈咪啊，总医疗。看到选义嘅家族感情暗好暗團結，真嘅係本人懂感情。客家人親大嘅驕傲，就係親戚朋友強強嘅力頭。愛上啲親戚朋友動態嘅支持下，總選義啲演藝圈嘅發展會行較順心，行較旺。大家最支持嘛啥？中心。